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除了通过短波和卫星电视之外，您现在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以现场视频来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浏览其他的报道和音像资料。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凯文·琼斯博士，欢迎您今天来到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Thank you.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提到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我们注意到今天这个美国的各大报刊啊，像是《纽约时报》呀，还有这个《华尔街日报》呀，以及这个像是华盛顿邮报等等报纸呢，都以头版的位置刊出了这个重磅的新闻，也就是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今天呢突访北韩，那么要解救北韩的被北韩这个关押的2名美国的这个记者。那么有分析人士说呢，北韩这次同意让克林顿造访呢，就说明他这个确实呢希望和美国进行某种形式的和解。那么您怎么看呢？我觉得在这里由前总统克林顿去访问北韩有2个关键意义，一个是象征性的，一个是务实的。务实的这方面当然是希望能够让2位被拘留的记者得到释放，这是他去的正式的使命。当然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那就是要敦促北韩重返6方会谈。同时呢，作为美国的一个前总统去访问北韩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北韩和美国之间是没有这个外交关系的，但是呢他又是现任的国务卿的丈夫，他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我觉得从象征意义上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任何的美国的政治的官员和北韩目前的这任何的关系接触呢，都是很重要很有用的。好的。那么我们呢，这次呢，不得不回忆起在1990年代发生的这个第一次核危机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类似的情景，就是当时的美国这个前总统吉米·卡特呢，他也访问了北韩，扭转了美国和北韩之间的这个局面。那么这2个背景对比起来，有什么这个相同的地方和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呢？我想前总统卡特的访问，可能他的那个时期呢，在美国和北韩之间关系上更困难一些。当然目前的我们的局势呢，还没有像当时那么严重紧张，但是因为最近的核试爆，还有一些地下的一些试爆就是北韩所进行的，这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所进行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的紧张关系呢也是在上升。那么尽管说当时卡特前总统的造访呢，是对于当时的现实的情况是有关系，而现在的这一次访问呢，是对于长远的关系呢更好的影响。我想克林顿前总统呢，他说他是作为一个调解人员的这种身份去，也许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更积极。您非常这个乐观的看待这次的这个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访问。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是，如果美国和北韩之间的对峙得到化解的话，那么美国呢会不会从这个朝鲜半岛也就是说从韩国撤军呢？我们已经努力想要减少当地的驻军，这是几年前的，当时呢是韩国所要求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不会马上完全的撤军，在这个任何的这个未来最近的这个未来，我觉得不会，因为在接下来几年，在这个在韩国的驻军呢，在本届政府内应该不会变，也许呢会有一些对于紧张局势的这种缓和，也许呢会从边境呢再往后退一点，这是有可能。但是是不是完全撤军呢？我觉得从韩国的利益来讲呢，还是需要美国驻军的。在目前情况改变之前呢，我想不会，这个情况还不会改变。好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中亚5国对于中国西北边疆的这个危机呢将起到什么作用？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的嘉宾呢是美国的这个安全经济政策专家
Kevin Jones 博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这个讨论的主题，就谈谈这个中亚五国和中国的西北边疆啊，以及这中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那么首先呢，我想请您简单的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中亚五国它的这基本的情况啊。可能大家隐约听说过这中亚五国，但是具体是哪五国，还有他们的这个像是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种族各方面的这情况，麻烦你这个稍微介绍一下好吗？我就很快的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五国，我一个一个来，先从最大的一个，从这个面积上，还有从它的意义上，从政治上面，还有经济上面，那它就是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呢，因为它和俄罗斯有很长的这个边境，和中国也有很长的边境，所以从边境问题上它是很重要的，对于中国很重要。另外呢，它自然资源也很大，这个对中国来讲也很重要。它是唯一的一个在横跨哈萨克斯坦一直到中国有管道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呢，它对中国来讲经济意义很重要。那么对于这个西方来讲呢，它也是参加了欧洲的安全保护组织，所以呢，哈萨克斯坦在和俄罗斯以及和东方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上都扮演这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过去几年里面，我们看到哈萨克斯坦呢正在努力要促进它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因为它意识到了中国的重要性。那么谈到人口最大的呢，要看乌兹别克斯坦。那么它是在哈萨克斯坦的南边，它是小一些的国家，但是呢，它的人口要大得多，人口密度也要大得多。这个国家呢和美国的关系呢可以说是断断续续，有时好时坏。它的政治的这种关系呢是这样的。那么它的这个统治者呢统治的时间很长，就好像所有东亚国家一样。那么谈到它这个当地的这种骚乱的情况呢最大最严重。那么当然是所有五国都是伊斯兰国家，但是呢大部分的从暴乱上来讲呢还是在乌兹别克斯坦。接下来呢还居中的一个吉尔吉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呢可以说是从人口上来讲呢这第三大，它和中国呢也是有边境的，但主要是山区，它并没有一个很大的和中国的进行的这种经贸的关系，但是呢它却有很多的维族人，那么这个对和中国的关系来讲是很重要。那么吉尔吉斯坦的南部呢是和中国呢是有一定的贸易，在吉尔吉斯坦的南部呢有塔吉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呢它在这个阿富汗战争当中呢可以是扮演非常关键的这个角色。那么还有很多的贩运毒品的这样的一种行径另外呢，那么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从前苏联脱离出来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战争。最后的一个国家，它其实也是比较独立的，是土库曼斯坦。它是很大的一个国家，它自然资源也很丰富，可是人口呢却是最少。它从很多的角度来讲呢，在过去几年里面是和国际的社会是脱离的，但最近呢，它有一个新的总统，所以呢，和国际社会又接近了一些。好的，那我想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对这个中亚五国的这个基本情况呢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好的，那么这里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中亚五国和中国西北边疆之间的关系。那么他们呢在这个中国西北边疆呢更加接近的这个中亚地区呢，他们将起到什么样的这个作用？那么现场的嘉宾呢是美国乔治城大学助理教授、国际安全与经济政策专家凯文·琼斯博士。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向来宾提问题或者发表您自己的见解。下面我们重复一次听众观众参加节目的讨论的具体方式。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请您先拨10810，或者拨10871，再拨866-837-5161。好，与此同时呢，你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浏览其他的报道和音像资料。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好，下面呢，我们就开始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那么，首先呢是天津的何先生。主持人女士，海川佳先生好。我觉得这个中亚五国和这中共边疆地区的关系，
我最近非常赞成这个土耳其那个时候，土耳其青年们示威游行的时候，呼吁这个土耳其政府应该对这个中共这样的土匪共匪政权，非法镇压新疆人、杀害新疆人，应该有所政治性的制裁。我非常赞成那个土耳其人游行的时候对这个土耳其政府提的这些个建议。这就是我对这个中亚五国还是那五国和这个中共这少数民族这关系，我个人的一些个个人性的想法和看法。好的，好，谢谢天津的何先生。那么下面一位呢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现在我们是这样看，关于中亚、新疆和中国、俄罗斯等等这些个民族问题啊，这里边有个是非标准。作为汉族，如果认为欺负维族是正确的，作为强者，如果认为欺负弱者是正确的，那就和希特勒杀犹太人是伟大的事业一样，这似乎不怎么和谐。我作为汉族人来说，我觉着有这种认识，这是不和谐的。事实应该是当地的居民的感受。在新疆，那就要问维族人，你们感受如何？应该以他们的感受为标准。好的，就像东西德一样，是吧？东德西德是独立好还是统一好？应该当地的德国人来决定。好，谢谢。好的，谢谢山东的孔先生。那么下面一位观众呢是湖北的电视观众吴先生，吴先生您好。啊，您好，主持人好，博士好，高手好。好，请讲。我呢对你们的问题有点关心，但也不是很关心。为什么？但是因为我不便回答，不便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我谈的不当，我会受到惩罚，这是其一。其二，我想给美国之音提个建议和一个小小的请求，可不可以？请讲。一个呢，我很想看 CNN 的节目，美国之音能不能插播一点 CNN 的新闻？因为我在我这里看 CNN 的节目很贵。您还有其他建议吗？另一个建议是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的请求都很幼稚啊，请你不要你们见笑了啊。那没有问题，我们不会笑话的。一个呢，我的儿子有志到美国去读金融，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美国学金融的同学，来跟他们一起学英语，讨论这个金融和经济的问题？好的，谢谢了，我们明白了。好，谢谢刚才的这3位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那么凯文·琼斯博士，前头这个2位听众观众们呢是天津的何先生和山东的孔先生。那么他们呢都表示说，这个中国新疆爆发的这个汉维之间的冲突呢，是汉族人在欺负这个维族人。那么他们也同意这个境外的国家呢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大概就这样一个意思。那么您怎么回应呢？我觉得第一点呢，就是要认识到大部分的这个观众知道，这个局势呢并不是什么新的情况，这也不是过去的5到10年，这是过去的这个100多年来呢，就是在这个少数民族还有在这个边疆地区，在新疆和汉族人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一个呢，我再说一遍，其实在过去好几个朝代、几百年呢都是有这个问题，所以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但是呢，这并不改变我们今天要看待这个问题的看法，只不过是呢，就是要把背景扩得更大一点。我想多年以来，在这个地区的很多的问题呢，都是在内部解决，在中国的在外部，甚至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呢，可能都不知道在新疆发生了些什么。只是在过去的大概10到15年以来，在这个中国国外以及在中国内部，在新疆以外的地区，在东部地区的人民呢，才知道了在这个新疆的发生了些什么。那么这还有这个东突的这个集团等等。我想在这个地区里面，大部分的这个人呢是维吾尔族人呢，还有这个乌兹别克人呢，还有吉尔吉斯族人呢，大部分人呢他们都是尽管他们是少数民族，但是他们还是会讲汉语的那么从这个种族上来讲呢，他们可能和土耳其或者其他那些地方的人呢更密切一些。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要了解一下我们所讲的这个议题的背景，这是很重要的。好的。
好的，那总而言之呢，您说这些这个像新疆的问题呢，在中国并不是一个这个老的问题，那么一直呢存在数百年之久了。只是说在过去呢，人家就并没有这些问题没有这个公开出来，只是说在这个小规模范围之内，在国内，那么外头呢这看不到。现在问题出现了，让我们看见了之后呢，并不是表示说它比从前更加的严重啊，这是一直都存在的。好，那么下面呢，在问您另外一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告诉一下听众朋友，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呢，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中亚五国在中国西北边疆问题上将起到的作用。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10810-866-837-5161，请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的，凯文·琼斯博士，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那么在这个种族、宗教和文化、语言方面呢，我们知道呢，这个中亚五国呢跟中国的这个西北边疆的这像维吾尔族还有其他这个少数民族之间呢，他们有非常多的这个相同性啊。那么他们之间的存在哪一些具体的这个可比性呢？你说的完全正确。住在那些地方的人主要是维族人，当然还有吉尔吉斯族的人，还有乌兹别克人等等。这些人呢，从这个讲的语言上来讲呢，都是这个说以土耳其的这样的一种语为基础的，它和中文呢是一点都和汉语呢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关系的。当然大部分这些人会讲汉语，那么当然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文化的背景不一样。维吾尔族传统上来讲呢，他们最早是蒙古帝国这边来承袭下来的，所以呢，他们在这个他们之间呢也有很多很长的历史的这个渊源。那么在东亚呢，也有很多的，比如说在吉尔吉斯斯坦，在比什科克有很多的维族人，也有很多的维族人的市场。我呢在边境地区呢去过，他们在看上去呢，其实看上去不太像中国的东部，更多的像一个中亚的地区。那么从他们大家呢，并不说是很虔诚的这种穆斯林。从文化上来讲，他们的确是穆斯林的文化，但是呢，其实很多的中东的这中亚的国家呢，他们尽管是有这种穆斯林的传统和背景，但是呢，他们并不像中东国家那样是很虔诚的穆斯林。所以有的很多的其他的人呢，会假定他们可能是这种极端的伊斯兰这原教旨主义，可是其实这种人占的比例是很小的。从总体来讲呢，就好像说大部分美国人都是基督徒，可是很多人呢不上教堂，根本是不去那个不去信教，所以呢，在中亚地区也是这样。好的，明白了。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0810-866-837-5161。那么下面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呢是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喂，您在线上。喂，你好。很高兴与你谈话。我想说的是，这个新疆问题啊，他们现在是反伊斯兰和反突厥主义流行。那个他们2000多年以前就是属于中国领土，但是有一点的是，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属于土耳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属于跟土耳其有文化上和血缘上的关系。但是有一点呢，就是东突和西藏的独立运动永远是会失败的。这一点，我有一点想说的是，现在东突想学习藏独，认为在西方有一定市场，但是最终目的西方都拿他们当为一个棋子，或者是意识形态上，或者是所谓的人权上来跟中国谈判的一个筹码而已。但是我也要告诫美国一下，我在美国待了4年，我是研究国际战略，但是美国也有很多州有很多部分要独立。最后我要说的一点是，美国一旦国力衰弱的时候，崩溃的比中国还会快速。美国人只不过是大家到一起为了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是什么？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信仰问题，只不过是为了生活上的物质上的满足而已。大多数的，我只是大多数，但是美国还属于一个基督教国家。但是我要说明一点呢，就是最终我们会用中华文化把那个
其实伊斯兰教跟中国的关系是比较，在历史上我们两大文明没有发生过冲突过。好的，好的，明白了。但是进来，你请将我把。好的，谢谢辽宁的王先生，我明白您的意思啊。那么下一位呢是山东的罗先生，罗先生您好。大家好，这个我希望给我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因为我在新疆呢度过了2年的时光。我有很多维族的朋友，也有汉族的朋友。我本身是汉族，但是我很喜欢倾听维族朋友的心声，所以我掌握的资料啊是非常重要的，希望给我一定的时间。那么我先说一下啊，这个我们的民族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民族这个政策，的确是有问题，这是无可否认的。那么维吾尔族呢，正是那个教授说的，我不知道，那个教授的确很了解啊。他们在伊斯兰教呢也是受到边缘化的，像维吾尔族就是中亚，就是我们这边的伊斯兰教的国家啊，这民族哈，就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被阿拉伯呀什么的，他们正宗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是瞧不起的。因为你比如简单来说，我们这个塔吉克族呢就吃马肉，他们就不吃马肉，是吧？这是最简单的。那么为什么美国那么多的民族他们能够融合在一起？我们仅仅56个民族融合不在那么难呢？就是因为这个在地球村的环境下呢，所有的人都讲究自由个性的发展情况下，而我们的政府宣传呢却在强调什么民族主义和这些民族主义了，或者是说这种东西。其实我们政府在推行这样的东西，这是一个错误。当然我今天也不是主要来批评政府，我觉得就是像我们的维吾尔族兄弟还有汉族兄弟呢，现在我们大家都是被蒙蔽的，都是就是说在民族这个方面或者说是在种族方面，在信仰方面呢，都把这个问题看得太重了。其实美国为什么会呢？因为美国它尊重个人啊，尊重自由啊，尊重个人的这个成长啊，空间啊，所以他们就很容易融合在一起。好的，谢谢山东的罗先生，明白您的意思了。好的。这是我好的，下面一位呢是黑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嘉宾说你好，今天就讲到新疆维吾尔族啊，我可以这么说，这个他这个判断，在我国政府早些几年，我国政府已经预示到了，在国外会有一些煽动，但就是说，他们少数民族的一些未成年孩子，他一些维吾尔族成年人到国家的一些各内地向未成年人进行犯罪，我国政府多是就是掌握这些孩子后，多是都遣返。他们的幕后这个主持人呢，都是一些成年人，就说他们这个少数民族啊，自己同胞啊，在内地进行行窃一些违反一些国家法律的问题，我国政府也都是对他们一些还是比较容忍的。或者咱这些，谢谢。好的，谢谢黑龙江的张先生。琼斯博士，那么刚才呢有3位这个听众观众朋友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啊。其中第一位呢是辽宁的王先生，那么他认为呢，中国新疆的这个维吾尔族人这次的这个动乱呢，或者说他们有这个任何的这个情绪呢，实际上是被西方用作这个自己的这个旗子啊。那么而且呢，他认为他们这些这个暴动呢，最终呢，或者说他们的这个要独立的这个要求呢，最终会告终，会失败告终。那么另外呢，山东罗先生呢是认为这个中国的这个维族人呢，他们基本上是属于这个边缘化的这个人物啊。那么在中国呢，他们是属于少数民族。那么在这个回族伊斯兰世界呢，他们也是不受尊重的，也被他们瞧不起。那么您怎么回应呢？我觉得另外还要提一提另外2位他所讲到的是所谓的主权和独立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地区的人民到底想要什么，而且什么是可能的。其实很多人呢要求独立，比如说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都有过，很多地区也有，比如说像西藏啊，还有这个南奥塞梯啊这些和俄罗斯的关系啊，还有其他
他这个国家他有什么人要想要自主要政治的自治呢，还是说政治上的自由啊等等？我想在这个很多的这个群体在这个新疆这里呢，可能他们都有不同的诉求。那么我想在这里关键的议题呢，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方面，就是说很多年以来，对于很多的这个族群来讲，可能他们在政治上的独立呢一点的可能性都没有。那么有很多的国家呢，由于这种情况，就被迫呢有种人呢就采取了更加极端的一种手段和态度。那么但有些情况下呢，他要看是不是有一个中庸之道。但是呢，即便是有时候在有中庸之道的地方呢，还是有一些极端的分子，比如说在美国也有极端分子。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说，如果这些人有更多的这种机会来表达他们政治上的诉求的话，他们就更可能走向中间。这个呢就在很多国家呢，也就是有这样，比如说像乌兹别克斯坦，他们呢进行镇压那些少数民族呢，没有任何的这种言语的这种空间。这样的话呢，就把人逼向更多的这种暴力的极端的主义那么。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同时也请各位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0810-8668375161。那么下面一位呢是黑龙江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你好，主持人嘉宾你好。我们今天谈论中亚是广义的中亚还是中义的还是狭义的中亚呢？因为广义的中亚是非常大的，东到内蒙古国境，还有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南史到伊朗的地方，还有阿富汗的北部，这都是中亚。而我们今天谈论，我听到的是狭义的中亚，狭义的中亚在就是中亚五个科斯坦。然后它就是从这个地方，中亚明显的充满了巴尔干文化色彩。巴尔干文化，所谓的巴尔干文化，我相信嘉宾知道，可能广大的中国听众可能不太了解。巴尔干的文化就是，我了解的就是，它像个火药桶一样，它是一桶就炸，一桶就炸，它来回的打。因为巴尔干文化的充斥着中亚，然后对中国的新疆形成了一种那个文化的包围。我认为它是一种不好的文化色彩。他们有所谓的宗教的文化色彩，在这里面没有体现的非常的大。然后，新疆对中国的当今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新疆的资源还有它能支持到中国中部的建设和西部开发的建设都需要新疆来处理。中国不希望这个地方乱，但是我个人认为它也不应该乱，因为它能对中国做出非常大的贡献。我相信新疆人民会理解的。好的，谢谢黑龙江的孙先生。好，琼斯博士，那么刚才孙先生说这个中亚这个地区呢，狭义的中亚地区呢，它是充斥着这个巴尔干文化，也就它像一个火药桶这个随时要准备爆炸，它对中国的新疆呢形成一个这个包围和影响，那您怎么看呢？我同意刚才这个听众所讲的，在这个中亚的有广义的和狭义的这两个不同的意义的区分，我同意，因为它有更广泛的文化的含义呢，还有呢也有针对的具体的国家，但很重要，在这个里面呢也有不同的国家呢，它有的是有东突的这种文化，有的是波斯的，有的是蒙古的影响，所以他们的各个文化不一样，也有点像一个不同文化的一个大熔炉，这是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面呢混合起来的。另外，这个听众还讲到很正确的一点呢，就是这个文化呢和中国东方的这个汉文化呢也是非常不同的，他们各自呢经过不同时间的演变，但是这个中亚呢受有这个土耳其的影响，所以呢不一样，所以这也是问题的一个严重性。也就是说，你所处理的不但是一个国家里的另一个地方，而另外呢还有这个少数民族呢，他们的这个独特性是很强，有很多人可能并不理解他们，并不一定承认他们的这种独特性。要把它统一到中国里面去。好的，好，下面一位呢是江西的卢先生，卢先生您好。说借着这个不能刻意的总在这里说中国什么什么不民主，这样做是非常愚蠢的。这样的话，像美国之音根本就不能代表美国人民的声音，他们只能说是代表一些极端组织、极端分子的声音。像刚才所说的什么新疆、什么独立和分裂问题，美国之音最想做的无疑就是说要把新疆分裂出去嘛，把西藏分裂出去，这是美国之音最想看到的嘛。
所以这种东西的话，但是我们不要对美国人民抱有这种怨恨之情，因为美国之音它并不会代表美国人民，美国人民还是友好的，所以我们要对待美国之音要区别来看待。所以说我刚才针对这个博士刚才所说的这个什么新疆这个所说什么这个反抗的问题。这个东西的话，在哪个国家都会有。我告诉你，有哪个国家没有反抗？在古巴可以没有反抗，在朝鲜可以没反抗。您刚才所说的，这简直就是一派胡言。不要你在这里说。好，谢谢这位江西的这个卢先生，请我们在进行这个理性的讨论，请您不要这个攻击我们的嘉宾。那么同时呢，你刚才也批评了这个美国之音啊。那么事实上呢，这个美国之音是一个媒体，那么我们是这个中立客观的报道事实的这个真相啊，并没有任何的这偏见和立场。好，接下来一位呢是湖南的王先生，电视观众。王先生你好。你好，主持人嘉宾你好。我不大同意前面的听众关于这个新疆的问题的一些政治写的，为什么？因为新疆向它毗邻的有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它的北面还有这个中亚的几个国家。前数年在这个分治以后啊，他们的政治似乎没有明显的进步，但是似乎也还稳定。从他们的相同的这个地理和文化背景来看，如果说是仅仅是用中共的这个统治高压，似乎不能解释，因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它的部族啊，这个冲突这几年是越演越，尤其是巴基斯坦越演越烈，似乎有成为第二个阿富汗的可能，这就不好解释了。因此，相对的问题就是像热比亚在美国所受到的一些待遇，以及他最近出访日本，还有可能进一步的举措，我认为可能将来真正有热比亚他们这股势力起来，是否可能美国将来还为他恼火，因为他们可能是蕴藏着一些恐怖的因素，而不是其他的问题。好的，谢谢湖南的电视观众王先生。那么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下面请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0810-866-837-5161。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中亚五国对于中国西北边疆的这个边疆问题呢，将起到什么样的这个作用？我们现场的嘉宾是美国国际问题政策和经济问题的这个政策专家凯文·琼斯博士。好，那么琼斯博士刚才呢，这个湖南的电视观众王先生说呢，就特别谈到这个新疆的热比亚啊。那么他说呢，如果这个热比亚它所代表的这个势力真正的这个起来之后呢，美国会为之头痛，那您怎么看呢？如果我理解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新疆的问题呢不会是成为美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从安全的角度来讲，我想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们更多的是民主和人权的问题。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啊，我觉得这个对于美国来讲呢是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权的一个问题，政治的压迫的问题。有人如果是不是被欺负啊，或者是被因为他们的政治的这个观点而被压制。那么从安全的问题的角度呢，我觉得这个地区呢对于美国来讲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关切，因为中国应该是完全有能力来处理好它的安全的问题的。大部分人可能知道在这个关塔那摩湾呢有4个维族人，这个问题呢后来变成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当很多美国人呢可能第一次听说有维吾尔族这个说法，但是所以当时呢他们要头痛了一段时间，关于怎么样来释放他们。但是从安全角度并不是一个大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接下来呢就是种族冲突的这个问题。种族的冲突呢它并不是光是源自于政治的这种压制，我也同意，因为很多国家很多的地方呢都有民族的这个冲突，这和他们的政治制度不一定有关系，不一定但有的时候呢它是源自于政治的这个压迫的，但有时候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听众讲的是对的，这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驱动力，但是呢它也是有相关因素的。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呢是吉林的电视观众林先生。林先生您好。你好，我是吉林电视观众。刚才江西一位这姓卢的听众说美国之音就是要把新疆分裂出去这个听众就是中国的愤青。另外呢我们看一看新疆现在存在的问题大学那个青年找不着工作，来到了分到了内地去烤羊肉串去。新疆的资源
是吧？都运到了中国的东部地区了，是不是？老百姓呢，一点从中没得到好处，是不是？整个上啊，我认为中国这个民族政策啊，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政策，是吧？好，我就谈到这里。好的，谢谢吉林的电视观众林先生。下一位呢是四川的穆先生，穆先生您好。主持人好。这个回教在中国的影响没有佛教大，佛教它都在几个王朝对中国的文化教化。新疆维吾尔族就是像科索沃联盟那个样子，没有外部的强力介入是很难独立了。好，谢谢四川的穆先生。好，那么刚才呢，这个琼斯博士啊，这吉林的林先生说呢，在新疆确实存在着很多的这个问题。那么一个问题呢是就业的问题，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啊，只能去自谋生路。另外呢，就是新疆的这个资源呢，被运到中国的这个东部，那么它这个资源等于说是流失到东部，那么他们自己呢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那么您怎么看呢？我觉得这个听众呢提了这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不管是在中亚，还有在世界其他的国家呢，对于年轻人就业的这个压力呢，是对于政治的这个是有很大的影响。在现在有全球的经济危机，而且呢这个地区呢也有一个很大的经济危机，所以他们这个地区本身的这个这自然资源，比如说在乌鲁木齐，它呢有些地方呢在2000年的这个对这个早期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经济上面的一些改变。那么在最近呢，还是有困难。那么我不知道在那些地区他们的青年的这个比例，在中亚呢，我了解那个青年人的比例是很大，大概是从15、16岁到27岁、27、28岁的这一部分的人口呢，是在这个国家里面是占人口很大一部分，这是很重要。这些的这个青年的男男女女，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这个经济的这种未来，他也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找工作，但是他们有这种经历，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所以这个组合呢是很危险的。所以这的确也是非常重要的，要让他们能够找到机会，能够发展经济，能够找工作，然后有这种流动的自由，不然的话呢，这个还会是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明白了。那么说到这个新疆的经济问题，有分析人士说，新疆的这个发展呢，事实上呢，对中亚5国呢有非常严重的这个依赖性，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A large role of the Xinjiang province to Central Asia is really trade. 在新疆地区和中亚5国的这个各个关系呢，主要是贸易。但是从这个贸易量来讲，从中国的总贸易量来讲呢，还是很小的。可是你要是相对来讲，对中亚来讲呢，确实很重要。这些这个贸易呢，主要是这种边境的口岸的贸易，也就是说，这些人呢，就是说量很小，然后呢，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移动的很快，但是呢，并不是非法的，那也不是这种大型的工业的，比如说是我们只说鞋子或者是衣服或者笔呀。如果到中亚的，比如说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很多的这种集市的话，我就去过很多。那么很多的卡车呢，都是运来这个中国的东西，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来自中国的。我也去到各个这个国家的边境都去看过，不断的都有是从中国的西北地区的卡车来运货到中亚地区。中亚地区呢，这个是很依赖于中国的产品的，那么都是一些日用品，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的西部。那么所以呢，总量很小，但是对中国来讲很小，但是呢，对这个地区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想呢，对于在通过上合组织等其他的一些努力呢，来放松一些这些地区的这种对于贸易的管制呢，那是很重要的。好的。那么琼斯博士刚才呢，在节目开始之前，你也谈到您在中亚呢曾经待过好像5年的时间，对不对？那么以您的这个经历来看呢，中亚5国这个地区呢，他们对他们这个旁边这么一个这个邻国中国，还有在这个新疆地区他们的这个可以说同族的同胞，像是维族人这个哈萨克斯坦人，那么他们是怎么样看的呢？
You're absolutely right. I lived 您讲得非常对。almost 4.5 years in Kyrgyzstan. 在吉尔吉斯坦在住了4年半到5年。另外呢，也在其他的国家，在哈萨克斯坦等也住过。另外呢，这5国呢我都去过。要泛的讲各个国家的情况呢，泛讲是很难。但是呢，这个贸易和经济的这个上面和中国的关系呢是很重要。所以你要是去他们的集市，花一点时间看一看的话呢，看到主要呢是中国的商人在这些市场上，在这里面也有这种民族的冲突、种族的冲突，肯定也是有。因为中国人呢从简单的贸易，后来呢又变成了管理这个集市，然后呢从过去呢就是运输一些物资，现在变成卖这些商品。所以有些当地人说感觉被排挤出市场，但是这个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些商人他们更有经验的话呢，他当然是想要控制的更多。那么所以呢，有些地方呢可能有一些小冲突，有可能是维族人啊，或者是汉族人啊，这样中国人，反正总之呢会有这种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呢还是比较小的。但是的确有人知道这些产品呢都是来自于中国的西部的。我觉得这可以说是这个他们中亚和中国之间最重要的一个关系。那么中国呢和这个中亚5国以及俄罗斯之间这个都周边的这个邻国呢，到目前为止进行哪些具体方面的这个合作呢？还有他们都取得了什么样的这个利益呢？这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前苏联的这个国家，从90年代初看到它有一个这种历史性的一个条约，我们后来看到苏联和中国呢在边境是有很多的这个争议的，比如因为他们的边界很长。另外呢，从前苏联呢还有一些武器装备呢这个从60年代遗留下来的问题，所以从90年代初的时候，他们能够进行对话，在俄罗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些边境国家呢能够进行对话，他们能够在96年、97年的时候坐下来谈判，然后签订了第一套这种全面的边境的协议。这个从地区的角度，从国家的安全的角度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俄罗斯和中国呢在国际社会当中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这种角色，所以呢他们在边境问题上能够达成一致是很重要。另外在2001年的时候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乌兹别克斯坦可能也参加了。那么现今呢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上个月还在俄罗斯开了会。那么伊朗呢也是一个观察员国家。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讨论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那么我们再次感谢美国乔治城大学助理教授、国际安全与经济政策专家凯文·琼斯博士 Dr. Kevin Jones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来宾和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